还没结束啊，没结束啊。老龙不要来了。对啊，你千万不能来。要结束了，不要来。哎。无啦，卖安尼吼，司机啊，酒啉你嘛爱入钱，我中意有的。哦，我平板人尔，卖咁样当作你袂。酒啉袂，我酒啉袂输尔，我要紧啊我。你袂一工到放互你食早的好啊。嘉哥，你较紧困啊？还卖叫个？有啊。不用照。啊，你都知道吗？他说你就你有人躲啊，他是桃园人的，桃园人的，过直播。哎，自己来桃园不要哭了。没有什么事啊，他就是哦。喝了酒打给我，伸张正义啊！我嘛唔是讲对安怎，干你娘！是他妈吃酒吃到干妈傻。这样个哟。啊，无因总未吃，电话费干你吃啊！应该鸡巴医生过啊！我靠，真正感动。我要先收门票，这个桃园动物园。九九来，我们今天不问好啊，那个葬仪社的业者也到现场，做好准备。有冠廷了，冠廷，上车来，跟冠廷说，我干你娘鸡巴没无钱啊，去赚了。加拍牌讲，伊酒啉袂该赶快。拍牌。哎，白牌，快点营业了，你们下车。他说他酒喝下去就跟你一样啊。哎，歹势，你相信我即摆落去南投水，坐车落去南，塞车落去南投水，看你若话，甲你判一路路吧。800多人啊！你安尼袂歹嘞，我买这个啊，我们要对他怎么样？对他只要弄上我们手。搞我，搞特写，干你！阿是我们刚要介绍铁工给他做而已哎。安尼讲话又无依无顺啊嘞。你啊！哎，要沟通，好 ，OK。我打过你讲我这边给200把啦。你话點解？啊，前面邊人，你出下多叫出去啦！你講那邊人啊，叫出去啦你。對啊，今天他突然掛，快直播。哎，打很廣嘅。你那邊人個叫出去啦。你講哦，我真來不及。來不及啊！你又給我拖東西來就，為什麼找不到？我找到了。我找到了。直播，哎，把口友啊，今天來甲分享一下。化情郎啊。多快點，你也是我。你是可以直播呀？對啊。化情郎啊。咱苗去咱学去一，咱学伊一，对啊，一个咱学去一啊。可以家己看伊较好啦，啊咱人家要推伊嘛。好开始我见啦，咱各有机会。辛苦啊！拍一张照，你们练好了啦。买啦，你刚带上，干什么？你不能带呀！啊，这是哎呀，这个海外不丢。老鼠了，1100元。
哇，咱你好困，咱遐卖不光就你啦。哦。好个。做味道呀！我无行，但无人要行我先走，拜拜，好，好嘅。有啦，卖打电话哦，卖啉酒了打电话伫遐出疲劳。哎呀，我有在佬啊。哦，我有在佬啊。哎呀，我来走，真个。好啊好啊好啊。真个。几人？千几人呀？千几人个呢？哎，真不得啊！无啦，讲疲劳的啊，真正疲劳，等我者。啊，这网络袂稳的。来，小伟，落来。哎，我先等哦。哦。可能安尼啊，落来啊，我弄啊弄。免啦，你食倒去了啊，阮坐热倒去了啊。系啊，行啦，嗰啲啊，问我你先等休无啦？你先给啦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懒人包要等一下跟你讲了啊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我想呢，你要慢慢注意啊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拜拜。走。好，先给忙。好呀。哦，人包有了，等你了啊。本来我在北投洗温泉的。哦，我手机啊，小伟咧煮我者，妈喙头靠北边鸡巴，那基本上贵了，我买安尼贵啊，你要拿来洗干咩贵不啊？啊，没有了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喝酒真的会误事，把音乐关掉。啊。关不了。这什么音乐哦？哎，小玉，你要不要困了？没有啦，视讯。那个陈君正妈3更半夜打给我了，我很疲劳啊。他不要。啊疲劳哦，4点多打给我，感觉差点我困眠了啊。今仔我咧北投洗温泉哦，啊电话一卡，有没有？电话一打，你看一堆人了，走了啦，妈的，呀，一堆人啦，你看。啊，分两一包啊！在北投要去洗温泉啦，啊，鸡巴电话你卡来，敢要招啦？啊，甲我招，我人已经做好脾气啊，做好性地啊，我讲啊无，啊，我就无咧恁个管辖之内。什么叫管辖之内？有人知哦？就是我没有在你们那泡来泡去，关我屁事啊！你遐鸡巴你甲想扣甲讲，你要啥物代志啊？啊，咯。啊！你即嘛是针对我的啦，你遐较好诶，啊，咪当做你要真正塑胶做诶，啊，纸裤诶，啊，你要到温泉歹势啊，你莫钱买咪随来啊，我，啊，对，这人济民主问题，你无够已经闹去诶嘛，是毋？我袂输恁要小恁，真惊你诶款，啊，互你会使个就恁袂看敲电话啊，我本来还觉得还蛮疼惜他的。哦，因为我觉得啊，他的人本性嘛无歹，因为酒无啉的时嘛真客气，也很客气，哟，啊，毋过酒啉落啊，变一个人啊，我做哟，啊，打电话来讲啊，小英恁烧袂啊？小英恁烧袂啊？啊，伊若莫甲我生活袂干话，啊，无即摆小林哥，你即摆是要替我你领钱啊？我讲啦，即摆是安怎啦？看嘛真要紧啊呐！真要紧啦，人真诶啊！哦，乔峰，你拄好靠我，3哥晚上好啊！我毋是兄弟啦，3哥，我讲今天毋是啦，我讲意思了，今天就算是我平凡的，我也会到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打电话来搞骚扰，我感觉你本性就袂歹你，啊，你若对无？啊，你平常时无啉酒，你看你的直播，你嘛小林哥好，啊，是你嘛甲我问好对无？啊，大家好安尼，啊，毋是啊，你干一个小英的代志，你敢要袂输，你要敢要针对我，是针对安怎？啊，今仔小英是阮小妹是安怎？伊就是阮小妹啦，安怎？哦，是毋是安尼？莫安尼规工的啦，你莫失败啊！陈哥晚上好，陈哥你来无来？
我很单纯的啦，小颖。哦，我的人，你哥哥我的个性你应该知道啊，我就人好你，系啊，啊，不过你今仔伤超过啊，你打电话来甲我，要甲我招，我唔是尴尬，我若无甲你回应，我唔是尴尬，放互你食草的，你鸡巴嘞，像心情歹打电话来要干掉，你无甲顾我紧啊，对不对？才个晚上，为民你好啊，我无来袂使啊，真正，我感觉无来哦，我会去互软头先过去，你啊，啊。我北大温泉洗啊一步，你咪落内裤，裤冷的内裤嘛无穿咧。我无穿内裤咧，有内裤打咪啊！你若为接伊的电话内裤打咪啊！不要再找我怎样了啦！啊，我只想好好的做生意啊！啊，5块10块安尼穷啊！莫安尼搞我落面角啊！我这个人哦，无胆啊，胆挂掉啊！啊莫敢打电话来搞落面角啊！我真拢屁号的啊！振宁哥你好啊，嘎嘎你好啊，士兵哥好啊！我要等你啊！啊，恁咪今仔本来抱着快乐心情要去洗温泉，恁尔嘞！啊，恁咪内裤为了接伊电话打去无打去，好加在手机无落去，好险手机没掉下去，对不对？说啊，你好，太夸张了啦！廖福哥晚上好，小贝你好，点点晚上好，寂寞的大哥你好，妈的不要以喝酒来讲，哎呀，卖救济嘛。哎呀，吹笑是嘛紧，恁遐只要你莫甲我招落，你吹笑你要笑啥我无要紧，你莫笑着我，对唔？你笑着我，你台笑大条啊！IG 叫什么我唔知呢？我无穿内裤啊，啊内裤大面啊，我只摆一卡我你啊，要甲付客人家钱款，378吃出什么啦？3八没啊，你假超写啦？没有，就那一天嘛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啊，有一次我上去看他直播，啊，我的妹妹小英也上去，啊，然后他就问了，然后人家就 cue 我，小林哥，有人找你，啊，有人找你，就敢要讲小林哥打红约哦，啊，我记得我忍了，我修养足好的，啊，我修养足好，到再无讲干你娘老子，来咱捌你哦，安怎？无讲今天我就歹势啊。我嘛修养足好的，对吧？好了，下播了啦，下播了哈，该看戏的看完了啦哈。哦啊，不要讲今天来啊，你们镇定的震惊，莫看大高手，我先过来了哈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